就是一跳来跳去了啊！人家你看到这当中物件，爱做又新又怪，所以这个物件你看水来了，一个 uncertain birth。那是了教路就是讲啊，不大讲教个安尼看站你看，生了老了病了死了，不是讲掂啊，死了过出事啊，不是类似噶，因果的事噶，因果讲惊咯来咯，唔通吓喘咯，无好你吓喘。真正一人讲不要紧，死了我吓喘淡薄啊，死几丁弹了啊，掂了，无掂啊，死几丁弹了，因果拖路惊咯，来唔通吓喘啦，啦，我吓喘2、3礼拜啦，我真正闲啦。嘿，无闲啊，来哦！但是做过鬼杀了，爱做了，爱考试了，所以这边路人看，这假如我讲淡薄较长，淡薄安尼还没出去也未到了，所以原因这个12年对这条路咱要明白看，安尼无期，咱所做的件有因果力了，安尼有因果力，咱死了出世的精神浮起来了。出世的精神浮起来，咱有谈到这个香菇跟这个心了，伊叫做命色。这个命色有了，目睭健康鱼啊，除这肉筋有了，这肉筋有了，触到有感觉了，目睭看到水的物件，鱼啊听到声，健康爱味到毛，了这嘴爱感到注意，and then 开始望到。爽无爽，这个拢总叫做肉筋，有感觉就是触到，这触有感觉去了。水的物件就爱，无水的物件就厌，听着本是上好听爱，无好听就厌，就这个感觉去了就爱去了，这爱初心有了，叫做执着有了。因果力有，因果力有了，过就来出事，这出事了，过就老病听死，死了不要紧，来出事的时啊，有时拄着真正好的人，像咱拄着咱的无惊，啊，我真正笑，安尼笑，自己就要脱离，这个是也苦。了，有当时咱来去生活的时去插着冤仇人。自己敢要吹嘘甲咱俩是讲拄着无着人本是苦，拄着着的人咱爱，才拄着咱的无惊，咱真正惜真正爱是苦，拄着冤仇人也是苦，所以安怎来出事要咱都来渐渐来去出事的呢 ？attachment 看着爱的物件就好的物件本是苦，无好的物件本是苦，但不大讲关。目睭看到是安尼，看到形，无讲水无水，听到声，唔是讲查某的声，也是查甫的声，也是鸟的声。那是讲爱这就好鸟是无来我爱，这个鸟，这个声查某的声我爱，这个声是我的查某的声我爱听，我的查某听得乖啊爱，所以不大讲，这对这条路。安尼无免费，咱来再讲声是声，形是形，查甫起来真做查甫平安，要咧放欢甲咧平安要来我人知老头我路上讲伊是查甫你去对，这个查甫形查甫来，所以这个叫做形是骗人的，无影无迹。Don't be attached to 这个 form。Sound, smell, taste， 这个就是讲啊，迄个这个武器，那是无武器，无咱所做物件无因果力，无因果力，无来死的出事，无来死的出事，无这个香菇甲这个心，无这香菇甲心，无这个肉筋，无这个肉筋，无触着，无触着，无感觉，无感觉，无爱。贪的心气，无贪，这无贪，无这初心 clinging attachment， 无 attachment， 无因果力，无因果力，死了无出事，
这个就是死了无出世是立传。所以对这道路，对到今晚看这个十二因缘，对这道路啊，对这个感觉甲这个爱的所在，感觉甲爱的所在这个关，所以界限你把三啊线是要搞对这边，看到的是爱去，感觉去就好势水，要搞唔通贪，再讲看到无贪去，无贪去要切断。特别只有看这界限啊，你来切半点钟的线，你切断这个贪半点钟。特别这半点钟的贪无够力，你还没说啊？咱几百千年，咱渐见看到见爱，见看到见爱，见听到见爱。特别看到你坐要把三声，一日坐一点钟，一日坐一点钟，一点钟你挂这个爱，一直无，但日你坐。到一日你来坐到几，无讲到成10年还是7、8年，一日有影这个爱好挂断，你是看到立传，你看到什么是立，什么正是立传，伊是个时间，正你无这无我无你，无这个爱，100% no 等下或 no craving， 无这个爱，把你就再看到什么是立传来。就讲起来啊，正是我有这个骨气，无明慧，了我有贪，了我有这个粗心，我有这个行，我有这个becoming 就是想有，我今日来出世做人，做人本是想，特别现时我看啦，出世做人我有这个正心。我有这个名色 mind and body， 我有这个肉筋，我有这个触着，我有这个感觉，这个5项叫做 passive side of life， 我无被控制 ，it must arise because 正是因果。所以今日我的上古，我的正心，我的肉筋。好无好是对正是因果，这个是叫做 passive side of life， 我未控制伊。特别过了后，我看到了，各有几项，我家己用这个叫做这个，我用 willpower， 像讲我用，我看到我爱，我 exercise free will 呢，我发我的这艺术性。我看到了，我爱了，我就初心了，我发行动。这个3项对这道路来，对我有骨气过。了，我有骨气，这个因果力就来有了。这来有了，我后世嗰啲要过来出世。到后世我嗰要来出世，我嗰就进了啲苦海，我嗰一世我就要有一个出世的精神，这个上古甲这个心，甲这个肉筋，甲这个触，甲这个感觉，后世这个我5项正做要来，这5项讲起来啊，正是5运，这5运来就是对咱the active side of life， 咱家己发做这个因果力出来，所以今日有人想看今日你看真还久，那是少年的时，你人真正好，了你看这帮哇，愈老愈攀升地，愈老愈真正讲贪心，愈老愈讲大业，这个就是讲你直来直失败，后时如果要出事，较惨过谈你看你若是讲古时我真正好，真正无好的人，真正恶的人，少年的时我虾米都唔知，特别我听经了，我会晓直对，看我会贪较无，我会心地较无，我会大业心较无，我会妄想较无，对大陆唔对，我直改，我听经了，我会直对，了我看我无惊家己去看，我朋友去看，我家己较无想到故事，
แต่บ่อาจจะแก้ม講ว่า爸有時真係歹看啊真係好真係怪這個是你生理大談所以看啊你人家己看破開看你人有了還是有談你人若是了寫字that means 後過要來出事較慘過談啊你人若是做了你行有較清氣有較好我強喜你人後時個要較好過一個所以自己嘅做路並唔是人講做路你家己做身體有愛改貪心有愛改第一心有愛改這個物件直直改你生理直直做直直談到尾來你直直出事做人講了你來聽佢直直是一個人講了佢做別個人講別人講做別人講別日咪嚟佢來你人來聽經啪你人談所以要緊你人他那直直做好，愛要去好嘅所在，無好嘅所在，唔是人帶你去，你家己做你家己做，只要做好，你去好嘅所在，未好做好，你是去無好嘅所在。所以到這邊為止，我這邊這12人結尾了，其實我要結尾要講較淺較淡薄，但係時間無了。後個禮拜我無來這邊講了，我去別位所以我希望你人聽經要訓練要進步，做好生意談，唔通我生意了，那就是那是啲了，不要緊個，個命個會救，他們變好就是咁樣，多思少戒戒善，這三項呢會做你脫離這個苦海，會帶你去好嘅所在，多思少戒戒善。聽後爸母佢是保持了若是去飼爸母佢是保持人有禮貌有啥物是啥解嘅呢人借錢假嚟貪嚟錢到這邊為止所以咱來回想這一大我大暫希希三不當本呀三不當Sabbe Dewa, Sabbe Satta, Sabbe Buddha, Anumodanto. Kung ano siku na, iko, jiko, sangko, siko la. Ani hamisu ikwa chile lang e mai. Tu ho kiam chile mikya. Siang kong lu lang cho hot kwe. Lu chia chile de kwe na lu sa chile kwe chile lang he hot hun he ye kamu xiao kiam anh khoan này cái anh khoan lúc chơi ra chơi cái con chơi nó chụp bạc lúc có cái sa thầu trong cái kamu tụ guarantee thôi tại vìว่า是说讲唔知有影我咧係三個人我唔知做就講我搞做鬼人但係Buddha wonderful 一看兼下面物件弱智福你好路呢 perfect 你鬼講咗你發鬼輕鬆像個 sponge 呢So in Dharma wise, he is number one. 第三項 fame 一名聲三界這欲界，甲這天頂世間甲這個立人嘅天頂叫做欲界，特你硬講特你眾生跪拜，伊本禽獸本跪拜，你記我走入吧，超過一3個月。Monkey pun like policy, take the bit like policy. A fame spread in the world of sensual world, take yok kai. Second ten Brahma like Kuipai, Brahma like Muiwa, and Ibaki ki choi Brahma, Kong Waka Brahma, Baka Brahma, and Ikio Chao King Ching Haku about Kong ti Jason am. Iki choi Baka Brahma, ki can sing Baka Brahma, can sing a boy like Baka Brahma. 伊啲講經我白個 Brahma 冇往嚟做人，你制咗好，伊啲講伊彈了，你唔係去拍插伊，特別Buddha冇，你冇往做冇往伊教白個 Brahma，甚至白個 Brahma 把你車講，哎呀，我啲講我彈咗 ，immortality 冇死了，只是有個會死個所以看到，所以世界天，甲冇世界天 ，he is number one。第四項，一種
越庄严越香菇啊，是真正水，真正济有的人做佛像，无好看，但是真实不大真正好看。你知无？咱的一个学堂画一个有八骨，你知讲咧一个塔，有啲水的边仔有水的，有咧罗汉，有咧罗汉的点声是不大去入团了啊！有咧是叫做有八骨达阿拉汉来，伊真正包袱。In fact 伊假是魔王，不大点声不大无爱假是魔王咧，不大卖黑人咧。但是假是，你这魔王作乱，有八骨达的恭敬魔王来，有八骨达的恭敬这边魔王大结壁，迄角珍珠，即迄角珍珠落个听经的人有地无，拢总走去捡珍珠咯，无。了马仔伊个恭敬，伊刷落第二站，唔然嘛tìm物件落来个金盾，哦。好自己第二日人较济，虾米事人较济？唔是讲要来听经，甲人讲哇，这个会上那是讲经啊，珍珠加楼的啊，所以达人来是要听看有珍珠加楼无？他这有影听到金盾加楼大曲，无第三日，魔王变巴戏啦，伊陷入来讲啥叫做过代啊？他那过代，陷入做戏，到底隔壁这边讲经无寡人，人欲紧的享受，爱看这物件，无寡人听经，所以按照做有八骨达，挑这四人骨，做一个花壳，做一个花壳了后，去魔王的位去看，魔王看着伊来欢喜，你看。会上本来看哟，欢喜，所以举这花壳，伊讲啊，真正搞咯，我要笑咯，我唔知牛乜好，头壳出落去，伊在浪落去呢，一格伊啦，在一格呢，一边无走去叫四大金刚偷去买，叫天公偷买，去brahma买了安怎做，倒转来。回唔着了后，有八骨达讲，你要叫我偷一个，你骗我两项，偷一项，把这回上这边你别使来做乱。你说咱这帮较财气，after 先有八骨了啊，这魔王无虾米做乱咱，但是马拉四面马拉有，这个红光的马拉无虾米来做乱。头一项，第二项一套，你捌看不大，你变不大我看，所以这魔王变无了，他顶万一故意来，正不大的水的庄严，镜头1250的回向行伫后面，咱尊者叫萨利布达正手边、倒手边木兰尊者后面。咱尊者三人行了1500几个回向伫行，这个有八骨达，这看着安尼庄严啊！伊唔知讲这个是魔王到底变好看的，这看落去来跪落去，哎呀，安尼庄严一跪落 ，the beauty of the Buddha， 这看落去来跪落，这看你跪落呢，魔王受袂起，伊是四个罗汉，噗！走跟无嘅，但魔王讲：安怎路凡路你未使跪，安怎路个跪？伊讲我跪嘅时是看，我跪不大，唔是跪路魔王。Wonderful， 有一条经，一个查甫看不大讲经，伊心淡上，目睭淡上不大，心上虾米？对安尼庄严嘅人，我唔捌。正是不舊面伊無唔知，我怎嘅人阮有，所以伊正安尼少年啊，伊本正是做好事，所以就做好事，即人啊，噗一彈嘅，伊彈嘅
突然間一看到 previous life， 就看到啊，有一時我是個 second wife， 伊做槍嘅時，伊是槍王，了大寶我二寶，了我因為伊甲大寶另外較 special， 伊也花也伊大寶嘅上姑，我二寶看到食錯，了我保持必濟佛啲音樂大山嘅。保死了後，我餓甲死嘅時，我要死嘅時，我下一個願，好我出世做王娘，唔應趁做王娘，就做王娘，伊會記講正是伊是槍嘅王嘅某，叫伊王講請一個人去拍這隻槍，所以拍這隻槍死，所以伊啲笑嘅時，針伊偷歡喜笑。了想到一個講啊，伊拍一個槍王死啊，伊好，所以別人聽見嘅人，他們說這查某點無點淡啊笑甲出聲，一點無點睇啦好，清楚，但人聽見我頭去看伊，了武大有幾耐嘅問武大 ，What's wrong？ 他們說這查某殺無識是無？武大講唔是，武大知看。一笑到伊正事，安怎樣伊害着我？了，武大就講這條經互伊聽。你看，真正重要 ，wonderful。安怎 produce a replica of Buddha 未像 perfect。了第五項，這個伊所愛嘅物件，伊趁，伊菠蘿比教入好。所以呢是想安怎樣一談一袂，但係一般行伊唔敢種袂，因為伊知因果嘅事。了第六項，伊是十分嘅完全大冧這六項，這就是第六項，就是 effort。伊嘅骨力無人會相甲伊啊呢，你人看一條小影，大啲這閃暗，你看伊骨甲參皮包骨呢。佢掉嘅點聲，你看，伊係阿咩關？拼甲死我唔甘願，我要成功。And then actually 伊食着蘇加達嘅咧牛靈飯了後，伊係阿咩關 ？Let my blood and skin, blood and flesh dry， 我嘅血甲我嘅肉可以打，我無白起來，三拜我成，正定正覺。And 有樣好自己呢？暗暝呢，天光呢，伊成功了。所以這邊咱要明白，那是最，那是講未曉坐vipassana禪，觀這個教行，這個是叫做buddhanupassana。真正這人談這安尼樣本會談地位真正觀會坐禪，無坎坷笑呢，笑蝦米？頭一項，Number one，阿拉行。阿拉行是啥物？咱唐人話是講神聖 ，is very holy。第二項，三馬三仏道，伊是正定正覺 ，fully enlightened。第三項，Vijayacharana Sampanno，伊地位完全，and 伊界一點會落三分無。十分嘅 perfect。第四項 Sugato， he is a perfect speaker， 伊是 welfare， 講話對嘅話，聽到點聲對嘅話 ，and welfare 點個人救車大嘅救車。第五項 Lokavidu， 全世界安怎樣伊甲了明白。但第六項Anuttaro Purisa Dhamma Sarati， 相甲一個啲加即個假是即個把槍，加300億做工，伊本是安尼功夫。一個人做賊還是安怎惡毒，伊會加300倍來會賺羅漢節，像安古里馬拉人會記無？拍太人300億加倍來成4個羅漢。And then第七項，Satta Deva Manusanang， Satta 眾生
人红光，伊是神仙来。And then Buddha 伊是隆重一在，巴嘎哇伊隆重圆满，大行无一个人会搞过伊这个，所以你人若是会 practice 坐点，有当时坐下面坐 cross 那个大啲房间点念一句，伊啲比说巴嘎哇。Arahang sama sambuddho vijja charana sampanno sugatto lokavido anuttaro purisa dhamma sarati satta dewa manusanang buddho bhagawa cao hằng always 关了呢一行，这个是一好款的界限，是真正用。那是未晓本念一个来不来使，伊是正定正觉，完全大行清白，安尼点笑，安尼本是高雅。那是讲有的老人未记甲这个一啲必须，甲他念这几句，心会真正清。安尼你伫关安尼点声，你心无去贪嗔痴。来无去贪嗔痴是清气，来要跟 concentrate long， 你教甲一个坎站，你卖真正表，咱真正表，那是讲9点声离开世间的时，是真正关的天顶。所以那是有的人未坐维巴萨那禅，坐这个禅本是真正好。所以伫这边5点几 ，sorry 过点声所以咱回向淡薄好无？起来，wakta camhehi sambatang punya sampadang sabbe dewa sabbe satta sabbe buddha anumodanto sabba sampati sitya idang munya tinang hotu Sukita hontunya tayo idang wonya tinang hodu Sukita hontunya tayo idang wonya tinang hodu Sukita hontunya tayo Bhavatu sabba mangalang rakantu sabba dewata sabba buddhanu bhavena sada soting bhavantu te Bhavatu sabba mangalang rakantu sabba dewata sabba dhamanu bhavena sada soting bhavantu te Bhavatu sabba mangalang rakantu sabba dewata sabba sanghanu bhavena sada soting bhavantu te. Lan ujoho da. You can understand my Hokkien or not? Lan chính si ujoho. Chỉ si lan thanh châu lang. And then lan thanh châu lang Buddha công lúc trai bố bị chút si châu lang kinh gia khẩn khó. Very, very difficult châu lang. And kawan nasi lai châu lang ở chăm xia. Biết tu tiểu chỉ là time, chỉ là時間về有人講佛經來聽，真正苦較少。會使講幾千道咱來出世咱巴錄一世通做人 ，and then out of 來出世做人1,000道咱出世做人，無但到1道咱通聽到佛經，咱通聽到布達達瑪，布達達瑪是佛經啦。So 佛經 is a very rare thing, very very rare. How rare? 布達講 ，Imagine 大啲這個 ocean 裏位有一隻青眉多多，這個筆。前面一大啲海掃來掃去，掃來掃去，掃去，大
拄拄好一个咧牛的一个大物件咧查只肉，啲脯啲死海。我这个前面古啊，无看到半项，不管是脯起来，不管是脯起来。The ocean being underwide, the water current 真係 unpredictable。嗰啱這個古啊，到底海底脯起來去，要家只去動掉這個牛蛋，講動掉這牛蛋，安那樣會暫時話個真係坎坷還是硬 ，very difficult isn't it? Still Buddha 講啊 ，that is not so rare when you compare with the thing. And what is this thing? That 這個人，伊講起來出世做人，無做好，了伊去死了，伊無通出世做人了。伊出世做有當時禽獸、餓鬼、地獄，還是妖精妖怪。once伊出世這個死嘅所在，無啦講是叫做苦嘅所在。嗰個天堂一個來出世做人，可較坎坷過這隻前面古脯起來去當着這個牛蛋，所以牛前面古是啥啲牛，脯起來浪着佢個牛蛋，可較 easy， 要出世做人都對，真正坎坷，所以 you can imagine 啊 ，terrible。That's one thing you must know 了。Second thing you must know， 路到我，咱路地極啊，唔是一刀了，唔是一千刀了，幾million、幾百million刀。而一個咱路地極，你知就苦，你知無？算千年，有當時咱嘅罪可較惡，算百萬年，有當時可較惡嘅，算。Aeons 啊 ，Aeons 就是 world period 啊，真正凄慘。啊，這個回想伊做唔到，了伊落地嘅，了半暝一個翁公來講互武大聽 ，Reverend Sir， 這個比古古利亞，伊這個回想名古利亞昨暝死了。了古利亞出世啲一個叫做蓮花地獄，咱當人就聽到蓮花地獄，我是真正好嘅地獄啊！但係這叫做Paticca Hell，Paticca means 蓮花，這蓮花地獄是真正慘，所以馬在天官武大講好再回想下，比古昨暝這個台灣天王沙罕巴蒂來找我。半暝來講互聽，講這個回想，古利亞死了，出世啲這Paticca Hell，了白白伊教阮做回想嘅，講 Reverend Sir， 你人會互我知看這個Paticca Hell 這蓮花地獄，出世是久無久，大迄名叫久，冇得。I cannot explain， 我袂 explain 互你聽偌久，了這回想驚個攏總未知，但係咁講互我人聽安怎久，伊武大講 cannot put in figures。Then 這個回想講 ，please give me in simile form。所以武大講啊，像個一隻牛車。20噸，actually 100噸嘅牛車，100噸嘅牛車係蝦米？麻子，you know 麻子，100年一斗，一個翁公摕起一粒麻掂迄個，100年一斗才會使粒一粒麻掂迄個，要加這個100噸嘅麻車 empty 了，馬路伊才通出起來嘅地嘅。所以人看蓮花地嘅Paticca Hell， 唔使講別行 hell。So you can see some people they say that's what Buddha 講 cannot put in figures. How to put in figures? So 咱要明白，
咱今日来出世做人啊，达人嘅责任要顾一项虾米？要紧做虾米物件，唔通去出世就地狱，还是禽兽，还是做恶鬼，还是做阿修罗，这个四项唔通去做一个，唔通去做一个，你要安怎做啊？爱做好，就爱做好。原来爱做好，唔通做恶。你 guarantee 无通去这所在，你要去本袂通去的，你安尼你卡嘛清气。我问你这木头塔呀，木头塔那是清气新的打，你叫那木头塔掂落去，伊袂掂的，伊根本要浮起来 ，green。但係這木頭塔你用了久了，沾油夠油了，你掂落去，伊掂落去，垃圾。So when 你要做好，唔通做惡，你上架你木頭塔打清氣，愛根本浮起來，下面物件熱咯，噗伊浮起來，因為有時一般時，你來漸做好，早前下久你做淡薄惡。这个就是上家咧木头塔，你热咯，就太如果热了，噗一浮起来就对个，然后接就安尼做，所以那是好酒点就是点啊，有时点半浮点都无落用，无通浮起来，所以咱要明白，不打讲爱做好，但人无明白。Anybody who has no Buddhism 嘛，唔知 what is 正好 ，what is 正惡。你哈密書我講一句話，布達本身講啊，第一次參就是這人相信講攏總 God 做嘅。這個 God 做嘅是啥物啊？咱睇下現時看，伊斯蘭教、耶穌教。Everything created by God. That's where Buddhism and other religion and 即別嘅 religion 清差天個地，別嘅 religion 講攏總是 God 做。God 那是做一個人啊，出世來，伊下手賤，漸愛頭體，較大漢，互人掠着下箍頸。考古經出來，才講考古經無人愛請伊 jobless，忽掉嘅是頭體了，看啊較大漢了，想拍槍害死人，攏總做。所以咱來想看，God 做一個人出世來啊，伊形愛頭體，而你這個形唔好嘅形，直來大漢，伊直想，三擺尾來，煞唔是擦啊。唔是賊仔變政變，拍槍殲死人、害死人。So it is not God。這個睇到我講咋？個第二項咱來想看，那是特項 God 做，哈密是 God 要做，有個人真正水，有個人真正貼士，有個人出世真正好嘢，大母。改會變，有個人出世無通食，無要緊啊，真正歹命。有個人出世，伊要做啥物呢？大人挖要來打人呢。有個人啊出世啊，朋友本無，啥物本無，伊買啥物物件，伊就要武做甲伊流汗，甲要半死，把你就趁着淡薄，一個 struggling。一個攏總啊，咱有個人出世，伊食來，伊 memory 啊，看啥物物件伊搞，即下呢伊要做。有個人啊，你叫伊教甲半死，讀冊甲半死，袂起袂啥物。咱來想，攏總那是 God 做啊 ，God 真正無巴肚嘅人。你啥物事伊出世，伊互一個囡仔做一個囡仔出世來。retarded， 你捌看 retarded 嘅囡仔無？你唔會教你 religion 講，這個是 God 做 ，God 知伊做啥物事，伊做這個囡仔嚟講，伊要 test 看伊大母會吞軟嘅。那是 God 伊人講 all knowing，啥物事伊要 test 這句話，
That means he is not all knowing. 第二項，你來去做這個囡仔，你要 test 一爸母，還沒事你學這囡仔suffer，你日日頭講喺度做你把看你打的未過啲咩 ？So God 啊，你要講伊 all knowing， 伊唔知這個人好唔好，伊學這個囝要 test。你學這個囝 suffer， because 這個囝啊有這個 feeling， 伊要食坎坷，伊要放屎坎坷，伊要喊咩坎坷，行路坎坷，真係嚇。So it is all not God made. Not all God made. 布達講唔是講人啊，伊看到了，伊教伊到底，伊講你 practice 安尼。你到家這個 stage， 你家己本身會看到。So you want to see 這個因果果，有人提醒甲伊性格落了，伊看到，哎呀，你看這個人今日出事安尼，正是伊做啥物，你看到。哦，咁樣是因果果 ，cause and effect。正是你身體上嘅鬼，產生地食燒，大冇教你淡薄。你食燒做無歡喜，有時配爛大寶，有時如靈大寶出事來，真正貼事。你搞如靈嘅大寶，你出事來不就國愛係咪？你來亂講硬講做嘅，你家己做是大人，今日你打啲物件。That is for 水或無水。好嘅上Buddha explain。人特人執人無明白學理嘅人，特人做事趁個半死，下面事我就嚟何人，這裡啲，這裡就是講啊 ，no religious background， the heart is not liberal， 無主義，真係 selfish，so 特人貪累啦嘛，有累就個擔。你不看人，無累是講大話，我來有累了，我做這個，我做了，我出這個我出，家就累賺咗啦，真啦，我死你啦，真啦，賺個半死啦，去學這物件。So 累 is a real thing which must be very careful， and 唔是講累嘅事，是咩事 ？So 不大看到，下面是人來出事，該會聽睇啦。下面數一個人出事，這出事呢，人特咧麻煩垃圾講，何人去？叫你講，哎呀，點起急啦，唔使何人你咁樣買，我頭先有冇點包一碗粿係啲三巴湯？這攏種啊，那是我做這個物件，真係無法。下面是可以出事這件啦，出事呢，頭幾日人冇點起急啦。And then 人跳不落去，真亂做你啦，下面真歹命，食本無，牛奶本無，下面本無，你看他啦 ，India 你看有誒 malnutrition 一大頓，所以這個攏種唔得看到，正是伊人有保持大量，保持 charity， 這物件來咯，如 charitable 你出事如好嘅，如good 如做事，如個擔如坎坷。所以喺這邊好日上對 charity 來，但 charity after that 冇得看，有人做 charity 開得濟，特別嘅 benefit 少，有人開 benefit 啊，伊做 charity 真濟，哇，有 benefit 真正多濟。In other words，上個有一個人講名安姑啦，伊開咗300 million on charity。出事一個小紅光，嗰一個紅光，一做這啲一刀兩刀呢，出事真係大紅光，所以冇得看到。兩種，你要 charitable， 你好咧 charity to somebody who really needs it， charity 好。像我睇下一個個人啊，大家日食大。
食大了我转去，若是酒时，我拍无惊，我唔骂我大人我咬咯。然后你大家看着我，哎呀，去先啊，伊无泪啦，摕泪互伊，你如何我泪？我如去到你出如这刀。So that sort of charity 就是讲武大讲真正下贱嘅 charity， 真正假 charity。And you have me so the person who receive the charity 無戒無 precepts。武大講啊，你若是要做 charity 啊，開啲咁多一個位，可能 receive the charity 嘅人要戒這。And then 伊戒，伊講伊有戒 means precepts 知咯。伊戒，伊講有戒，但係你看伊對戒清氣無 ，that is fertile ground for putting your good seed。武大講，即個啦是肥地，所以人愛做好保持人看清氣，即個人清氣。即個一頓嘅查某，單切15愛受8戒，但8戒有當時伊會曉念經，然後人愛念經，看人愛煮咖啡互人食，煮茶水互人食，然後跟念經了喙焦，然人受戒，人愛保持，有人食飯，打電話我去買燒肉來互人食，還是我去買菜料互人食，蝦米事人做啫 ？because 人有戒，人歡喜愛做。即個有戒人，伊人嘅戒，如清氣，你開即個類，伊功德愈大。So you understand these things. Then 你要看 intellect and dullness。武大煩惱講唔通食酒，食酒伊 affect 你 intellect。Another thing is that 無食酒，但係人種無食酒，無食白粉來出事。結果有一半會較咬，一半會較無咬。對啲打落來，武大有看到。但係你看，咱今日無人食酒啦，所以不應該講大人聰明咬，一半會較咬，一半會伊要講 stupid 無，伊無 stupid， 伊是 average。即個較咬嘅，武大講，原因對啲打落來，這款嘅人啊，伊人是 inquisitive mind，點要知，安怎個人做安尼，安怎安尼叫做好，安怎叫做安尼唔好，伊要知 everything 㗎啦。That means 伊嘅 mind 是 analytic mind，analyze 物件。analytic mind 我比較講對人話啦，想伊嘅 mind 點要查，要知，安怎你就做安尼，安怎你就做安尼。安怎樣安尼好，安怎就安尼唔好，伊要知嘅啦。伊聽經，後頭聽經了，伊要問安怎安尼，安怎安尼，安怎安尼。In other words，伊無愛 believe things blindly，伊會 intellectually，伊攏總要問甲伊明白，伊才相信。所以安尼款嘅人，逐個出事，另外較聰明。所以有時咱袂使講，安尼我逐個講經就要問這問咧，伊會明白，伊係問可以明白，可以問。你若是有講經嘅人，貼白講佢聽，可以清楚好。這款逐個出事，伊兩個 intelligent analytic mind。then 水無水，聖經我淡下講了啊，學業上啲對報事。and then 對這個intellect 是這個略見略這個戒五戒研究埋啊。了，你若是講聽經，還是講你若是讀蝦米物件，你要 analyze，always you are born intelligent。了，世間人愛好名聲 ，it's very common 人啊，pray 我要好名聲，其他都無人嫌我無蝦米。這個本有 origin， 有當你看世間有個人啊，伊看到老人伊有禮貌。then 有誒伊看到出家人伊跪伊拜，這個是 respecting 武大講 respecting those who are worthy of respect。伊逐個因果識嘅時，伊出事關頂，人看到伊若人也就馬哈拉加，王your highness，這。
拢总是伫前。有个人大约，阿无话就讲 ，pride comes before the fall。伊阮福建嘅在来，我大约有当时看到老人，这个老人是老人，伊是我鼓励的，我鼓励爹啊，做咩？老人攞来做咩？是无 respect 老人。whether 你是王，还是你是太子，一个老人安尼老入来，你若是有礼貌起来阿伯，你做啥物？你入来这边你要吹一嘴，你欠用啥物阿伯？我斗下就，这个 respecting the old。所以有个人 enable respect 老人。Another thing， 但即係 religious people， 武打講 ，you must respect them。有個人你看伊講話到會上，不得，記得，安怎啦咯，毆打嘅咯，做這個物件無 respect， 所以伊關係，若是安尼，逐個愛出事，伊較下賤。有個個無要緊。你看福建嘅在啦，有個伊無 respect 無要緊，伊看出嘅人有時上個查某間人呢，所以有時講，破蛋，攏去買互我食物件。所以你看即個物件 ，he's a respectable person， 伊受戒伊清氣，你今日敢教伊，查某間落在頭佢。所以 the danger is 逐個出事做人嘅事，伊 always 是做 slave。so 啲這邊咱明白，關頂家頂是你 pride， 你若是無 pride 嘅人，你出事特別關頂；你若有 pride， 特別出事。So 咱 knowing all these things, we practice. Now we must do good. So the good is Buddha 講 avoid evil, do good, purify the mind， 做好。Avoid evil， 惡嘅物唔通做。惡嘅物有 three types of惡 physical 嘅惡，骹手做嘅物件，武打講愛過三項。骹手做嘅物件，也都愛睇。有個人有錢了 retire 了，也辦證等人去大啲海景啲釣魚 ，you kill them。and then 有個無不咧 holiday 是無做啥物，一人買一支槍去拍鳥拍山豬，我人規工真濟，這邊本來無。這邊無山豬通拍，規工有山豬真係濟，有時人用葉拍咗兩三隻，你來搬啦，看下物食了山豬真正特別落去 kill all these things， 有拍鳥，那 green pigeon 嘅時，有season嘅時啊，水青隻啲龜下晡時，你看人拍。So all these things， 武打講 cruelty of physical action， 唔通殺生，畫面唔通拍。你若是要過即個咪叫，逐個出事斷命。特別有當時有個人講我無叫，特別無叫伊無殺生，特別飼狗、飼貓、飼雞，伊真係惡毒。有時貓頭食物件，伊牙慘貓咧，貓喺貓甲伊掰開，卡子一世人都看到貓行路。我捌看有一個查某，舊時我大過講，伊拍衫了，你對我牛啊，來，你知唔是牛嘅家隻，唔是垃圾咯，所以我喺家隻挖着人嘅衫，睇你查某惹嚟燒衫，死啊！咁樣牛嘅垃圾咯，所以天台這個牛來，媽仔個上去隻牛來啊，伊隻手靈錯咬你，所以你看你牛啊，大日你看人啊老咯。and soon wages after that way 係一隻牛死，所以這個是叫 cruelty， 伊無做事 ，cruelty to beings， 逐個出事，自己較暗教書咯。always accident prone， 點愛做 accident，cruelty， 萬一佢聽到卡子，萬一聽講聽到手指，萬一佢聽到這個安尼麻針，無得到病。So killing cause short life。Cruelty causes a lot of sickness. Then adultery， 這個 physical 咧唔能做三項，睇然後頭貼 adultery， 這三項唔能做。
做落去了，咱爱落地嘅，地嘅起來嚟出事做人嘅事，嚟 effect will come to us，係得咱地命告訴咯。咱出事真正搬愛頭鐵，搬甲啥凄慘甲一段啲厝一段來食，咱commit adultery 嘅逐個打波，愛出事搬共母，打波唔正打波，查某唔正打波。未來佢哋出事一邊查某，一邊查某嘅時啊，一打這個淘汰嘅計真正凄慘。但你生咗兩個，有時生不公百，有當時啊，如果冇生三個就一出來，這個人啊，打這個囝嘅家庭嘅計真正歹呀。So physical action 這三項唔能做 ，verbal action 不但講本是要講，這四項。這個四項本是逐個愛互咱落地嘅，起來出事做人嘅事啊，咱逐個講話無人相信，做蝦米坎坷成功，這個是對啲啦，袂騙話，西抓龍處害人家咯，聽這邊道嘅名，聽嗰邊道這邊，第三項講因話。人真正來咯，我做幾頓啊，愛講人嘅事，家己嘅事唔敢講。咱第四項起生地，吹出話，這個話有當時若是起生地時啊，伊本錯話本敢罵爸母，無想講這個爸母若凄慘，打伊打隻巴刀，要生出來嘅時，生命啲解報。三擺看啊，細漢個大漢，啲落西落尿，半暝破病時，故意條條，攏總伊袂記啦。所以假命假配嘛，有啲起生地假拍病無，所以這個物件冇得講，唔通去做，是定極嘅工課。所以verbal 這四項，mental 是愛過三項，蝦米物件唔通過頭貪心。過頭貪心害死人 ，especially 他那 generation 他那人，其他路在少年家，其他路啊，那是貪貪害死，他那你看攏總啊，即係掉兩百分啊，掉蝦米啊，攏總，嗰種是蝦米啊？貪嘅事，其他路人 organize， big free 嘅，來食，講到 free。講到食 free 個大 free 啊，然後有時個查某我咧坐，貪要看查某，貪要食，貪要 happy time， so 來 join，but all the things are good， so anytime 掉8分，any 掉8分，大日貪起了，三擺有一個我捌聽，大日。掉兩這個8分啦，你貪嘅時候掉兩8分啦，大日買累買8分，佢是貪上了，買8分了後尾來一馬小一件，個一粒件，好到尾來一打死了，伊講驚話我無累了，樹靈會有啦，要做啥物啊？所以伊驚講買啦樹靈會，一馬買買。買未了樣做做，大日拋股票去嘛，係8分。只阿媽嗱，股票一變了，嗱，巴豆變，落地變，伊媽講我真變好了，真正好啦，你教我條條。我來嘛，只啦，按照個拋股票，另外較無想，大日幫我拋，我買我未路拋嘅，阿媽我係8分那邊，即你去買啦，掉8分了，未來樹靈會賣。無了樹靈，人講金山尾骨裂幫嘅，未來樹靈會無了，媽做媽，囝做囝，去做去食啊！這個物件你看，攏總對大貪，少年家 especially， 真正做查某去個人波掉了，蝦米安怎樣？貪，如果大啲 hostel 啦，摩托車大頂來，young man 穿得水水。你看到目睭哇一清，安尼引導嘅物件，你摩托車大頂，貪起了，就無大隻隻大尾虎，你走摩托車是蝦米？這摩托車是照人嘅，使啦收。